听做平安。代表总会到伫咱中间，遇到咱教社部，咱教会甲社会顶顶议题，才会关心的过程，大家来请安。伫这个所在，徛伫这个所在，心真欢喜。 因为我是头一届正式徛伫建成教会的讲台，咱现在有啥物？头一届来真多啊，对无？但是我是读日新国校，我细汉住伫64巷，智仁武校的头家，伊查某囝，甲我是同学，安尼。 拄啊，我要来教会的时阵，伊个无输伫1楼等我，来看我看你，我对楼梯爬起来啊。伊想讲我会坐电梯，但是伫我的印象中间，要来到建成教会礼拜堂，爱行楼梯对无？对嘛吼？以前咱楼梯是一边嘛，一个顶嘛，伫顶的中间，迄时阵定看到台顶一个奇怪，阮阿公咱定徛伫台顶。 我阿公叫做蔡金如，创银行，所以对细汉建成教会就是我的边啊，我就到伊遮，游泳池台北市政府，这拢是咱熟悉的所在。总是我负责建成教会的礼拜，迄个时阵的故事哦，迄个时阵人来讲就好。阮迄礼拜的教会是无门的啦。 啥叫无门？伊叫做放门教会，就是门拢放了了，无门的教会。阮无伫建成，总是阮后一代，因为搁伫建成来，伫遮来礼拜，总是对你看迄个时阵，我今年嘛超过50岁啊，到即摆才头一届徛伫咧上帝的圣殿，头一届伫这个所在来分享。 当然，对我来讲，这是最亲切的一个所在。讲，若是敢若建筑过去历史，伫咱中间嘛有真疼惜我的，以前是咱的老师这位长老顶一寡担当，总是无拄是安尼。更较重要是因为上帝的关系，因为上帝的疼，所以敢咱违反真实的结连，也可能是因为上帝的疼。 伫咱的心中，也是我的心中，上帝认为这个时间上拄好，上帝就安尼安排，总是无要紧。照着科学，照着顶顶足侪代志，上帝要互咱知影，足侪项物件，总是有一个代志，上帝绝对不会互你知。你知啥物物件？就是时间。你当时要生，当时要娶某，当时要。 计啊，这个时间啊，是上帝我互你知影，所以想若算命啊，这物件上帝做来，因为上帝互你知影足侪代志，总是时间这个物件，上帝掌握伫伊的手，所以咱就顺服上帝，照伊的时间行咱人生，上帝为咱安排拢在。所以既然头一届来伫咱中间。 第一代基督徒，请你举手，我了解一下吼。第一代的基督徒，了解住。第二代，哇，第二代，第三代，第四代，第一代，第二代，第三代，第四代，手愈行越来越心虚啊！有第五代无？ 算看卖，第5代吼，第6代无？够第6代啊，第7代咧，你后顶注意哦。吼，1代亲，2代明，3代咧，无明，4代你请我无明，第5代公满满出经，第6代甲上帝做对点啊，这真正是。
说得很贴切啊。咱中间有汉语无？汉语，哇，感谢主，汉语啊。所以你听有啊，所以你就汉语嘛吼。汉语啊，吼。当然这讲着一寡历史，细汉时阵，顶一辈甲我讲，你唔通甲客人做伙。哇！为什么？去问伊啊！你唔通甲客人做伙，啊，伫咱遮咧，你唔通过孝街啊？有无？无。你唔通过孝街迄边啊？迄边当然这个过去的代志啦。孝街迄边吼做高的啦，咱这边咧市政府这文的呢，咱这边较高尚。当然这历史，但是我拄拄甲阮教讲，你唔通甲客人做伙，做兵就拄着客人对无？然后呢，我去墓碑，佫派去客庄的所在，哇，啊，我看到。伫咱中间，咱新伟老师的爸爸傅成勇牧师，佫是带我伫新来伊头一摆带我去客家的报道，啊，我心情真会感动，啊，心咧奇怪，哪会变咱客人做伙？所以到即摆真后悔，你毋通嫁予客人，你爱带客人某。如有巧合，纯属正常。你大家就安尼讲吗？这现在讲一堆啊。今仔日咱在讲不是基督徒本色，是对一首歌来的。你上遐你一路演传，我会当在新起码甲客家中会宣传，甲因做伙服侍。我嘛毋是客人的。但是我会唱客人歌。铜山火太慢，末班两千，3万高粱刚上冈田。老乡做此几十年，是满园。这种客家本色，客家本色在唱什么？我们客家人呢，我汉语呢，阮安健，阮也真定，阮真恳切，阮这个。遵照祖先的教示，客家本色意思就是讲，阮客人，阮的特质是啥物？用这个角度来讲，咱基督徒的特质，基督徒本色，咱基督徒的本质是啥物？第一代、第二代，不管你第几代，咱一定爱定定持守伫咱基督徒到底咱的本质是啥物？咱所信的是啥物？当然，咱的信仰毋是干那伫礼拜日内底伫遐讲尔，伫咱的生活中间，你嘛是基督徒啊！你毋是伫教会中间，你才是基督徒。你到伫你生活的环境中间，你嘛是一个基督徒。所以伫你的生活中间，有人会甲你问着讲啊，基督教甲天主教有啥无共？有无？你免回答，你怎么回答？第二个问题就是啥物？第二个问题是啥物？啊，信啥物教？毋是拢同款，拢是安怎？啊，劝人为善，劝人做好，啊，你要怎回答？哦，啊，若牧师呢，定定问着一个问题，特别是以早还未结婚的时阵，伊问啥物？哎呀，你牧师会使结婚未？牧师甲神父有啥物无共？我就甲伊讲，你毋免问这个问题，你应该问讲神父甲和尚有啥物无共？因为因两个袂当结婚嘛，牧师会当结婚。拄着这个问题时，咱要回答，我们怎么回答？我甲你讲一最简单的答案，你甲你牧师，恁教会真好，有两个牧师，甲你电话摕去神父对无？马上打电话牧师，牧师你来回答。这个叫个人谈道，因就会当像我牧师讲较准嘛。再来伫咱的社会、咱的生活中间，
咱生活中间，咱看到真侪做好的单位、资济啊等等，特别是资济，伫咱教会中间的真紧张啊，这个慈济越做越大，你会不会紧张？迄叫啥？输人毋输阵，输阵歹看面。资济愈做愈大啦，所以咱嘛爱逐个做比大的。所以教会就要一间比一间搁较大间，所做的事工爱一项比一项搁较大。所以教会也是历史啥物人？历史牧师啦。所以恁教会有两个牧师，无要紧，抄袭一个，搁有另外一个。但是伫这中间，咱要怎去用信用来看这个代志？永远的紧张。这基督教的本质到底是啥物？伫圣经内面写着讲，伫即个历史中间有头一场音乐会，恁知伫倒位？顶一届应该是2年前吧。今年有疫情，搁前一年，咱中区国华节，应该是上咱这个联合礼拜，咱的生活队有到伫大林庙教会来献诗。今仔日有缘伫这个所在，听到同一个圣歌队伫这个所在来献诗，来学师。伫遮讲，毋是伫遮说，伫上帝面前讲。就是爱讲实在话。今仔日感动，甲迄天伫大稻埕，伫遐侪圣歌队中间，感动是共款。所以呢，既然咱这么注重这个圣歌队，用这个音乐来比赛，那么第一场音乐会在哪里？教会历史里面。应该，你们主日学都在建成教会吗？在啊，在，还好我不在，不在也没有比较好。读圣经，对，现在开始主要甲咱教，圣经内面真侪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什么叫做故事？故事就是。过去的代志，过去的代志，这是头一点。故事第二项就是安怎，伊的代志，甲我无关系。我跟你讲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什么呢？让它发生这个事情，迄个故事，但是这个故事甲咱拢无关系。所以对主任老师就开始爱检讨，咱所讲的这圣经的故事，拢无甲学生。带入去到迄个情景的中间，出埃及，咱拢真熟。即个以色列百姓伫埃及做奴隶真痛苦，然后上帝带因、带因拯救因出埃及，脱离即个捆绑。当然咱无搁讲较深，直接跳出来到伫埃及旷野的时阵。开始安怎？无水通啉对无？兄弟姊妹，咱即摆开始爱甲家己想入去内底，你是出埃及遮人，无水通啉啊！无水通啉要安怎？你看以色列百姓无水通啉，拄着即段艰难，甚至讲较浓缩的，无水通啉，过来拄着头前有红海，后壁。对比，咩哦？拄着这个情形，对咱来讲有种情形无？伫咱信仰有种情形无？以色列是属猫的，你知无？以色列属猫啦。你有养过猫？你有饲过猫无？你有养小水的？你有养小水的？
狗会晓受水，猫会晓受水袂？袂晓是安怎？猫惊水啊，狗袂惊水，所以猫甲狗无共款对无？完全不一样的个性。所以你发觉无？咱的生活，咱的生活就是，特别是你的婚姻，上帝就是把猫甲狗放做伙对无？阿公要煮咸，阿嬷要煮正，猫袂爱水，以色列百姓足惊水，所以你看圣经写，起来对着拢是对水海的，非利士人对海。但伊你看着面上嘛是对海起来。耶稣时代要过迄个加利利海，约翰福音讲伊是无底天，魔鬼伫迄个中间。所以海对以色列百姓来讲是无好的所在。头前是红海，你想讲红海真好呢？哦，咱台湾四面拢是海，特别咱带囡仔去海边啊受水。阮我讲着阮亲人，阮有真侪亲人住伫家人，因为阮万里伫海边啊。哦，所以阮即种大汉的，看着海呢，就敢若看着啥物？跳，一直在跳。所以，毋是敢咱想象的共款。海对以色列百姓讲就是死亡啦。摩西啊，头前是死，过去就死，后壁咧对兵过来嘛是死。你是要选啥物？是海葬还是土葬名？是毋是？但是咱若看故事的时阵，跟我无关系啊。但是咱生活中间真正拄着这个代志，薪水无起啊，物价一直起啊。这个时阵要做啥物？圣经甲你写，你做啥物？减钱哦。真的你有存到钱吗？没有啊。圣经写哪？马进户啦，咱就要做对无？摩西啊，你是向阮伫埃及部所的。头大哦，出来看遐看，阮伫以前做奴隶时，上午嘛有肉通食，来到遮煞连水都无通啉，这是啥物故事？另外咱两节啊，但不是，咱就是这个两节啊，这就是咱本性啊，袂感谢。你才当经历过上帝甲你救赎对努力的所在，拯救出来。上我即马死嘛是自由来死，毋是努力死的对无？就是咱袂当感谢，反倒转来埋怨，然后咧无生命咯，无事嘛，你叫我做遮侪事，敢有人无事咯？家己做吗？无事只有随上帝啊。所以上帝讲，你继续行，这无简单的，恁继续行，这也真大的信心。当然，这个信心面对摩西退上帝来行。有一个卡通影片，华德迪士尼说，就是埃及王子他写到红海这一段，凡是在电影里面演到出红海这一段，你就行咧红海内底，啊，这水分开啊吼，啊边仔有鱼仔伫咧甲你笑唱歌，啊哪行哪唱歌，足欢喜的，有无？你想想看，你走在红海里面，你是这样吗？所以迄电影吼，欺骗社会，瞒骗国家，啊，咱搁看要足欢喜的，搁教咱的囡仔看。咱想看觅，咱行伫迄个红海内面的时阵，咱的心情是安怎？捌拄着代志呢，而且这海呢，这是海呢，毋是啥物所在呢？啊，若行到一半，伊出来，后来要咯，要咯，迄个心情，咱真少去领受。伫迄个所在，敢真正会用行的吗？
迄一句话讲啊，走敢若飞，三步变两步。然后咧，圣经讲，当上尾一个人离开海了跩，合起来，然后咧，幸亏老师就传起来，米利亚、摩西的姐姐，带以色列百姓伫迄个中间就开始唱歌学了上帝。头一场音乐会对象是上帝，所演唱的人是啥物人？生命得到拯救的人。所以信仰，一般的信仰，在讲道德好歹。所有宗教拢咧靠人做好，道德好歹。但是基督教信仰咧讲的，毋是咧讲好歹，毋是咧讲道德。基督教信仰咧讲活甲死。若无上帝，就无我。今仔日活的是上帝对我的拯救。假使若无上帝的拯救，我早就死伫我的罪恶，甲罪恶捆绑的中间。所以基督徒本质，咱一定爱明白一项代志：上帝啊，若无你，就无我。所以你若看到你愈来愈好，你真侪好，你绝对看袂到上帝好。你想看卖，遮以色列百姓伫迄个所在吟诗的时阵，咧唱歌的时候，因心内咧想啥？想拄啊，在红海中间迄种的紧张，想着啥物？想着我伫红海进前对摩西的埋怨，对摩西的埋怨，基本上就是对啥物人？就是对上帝。现在是以色列百姓吗？就是你我啦，每一个。所以咱毋免甲一般的宗教伫遐讨论，到底啥物是好，爱做偌好。基督教信仰咧讨论的，上帝互我新的画面，这个新的画面会当引带我进入到上帝永远的画面中间。迄个永远的画面毋是拢袂死去，迄个永远的画面是永远甲上帝做伙。伫即个世界，啥物拢会无去，但是伫即个世间，你嘛袂永远甲上帝同在。咱就伫即个世间暂时日子结束了后，咱的灵魂会甲上帝永远同在。迄个永远同在是一个讲法，就是上帝诚做甲咱好好的关系。所以基督教论的是生死啊。一般的宗教讲的是道德，这个不一样。所以这个部分咱入入来了后，咱就毋免去甲人讨论啊，到底什么宗教拢可能做好，无毋对，所有宗教拢叫人做好，总是咱过来甲问一句话，啊，我请问你，啊，好的标准是啥物人定的？你就讲袂出来，用人来定吗？叫官方来定吗？叫这个这个罗仔来伊来讲，李罗强，反正你们都知道我在讲谁吼。这个定义无可，所以讲无标准嘛，我定。毋是因来定的啊，好的标准是上帝来定的啊。所以刚才讲。宗教拢可能做好，实际上无毋对，总是做好的标准伫倒。主在咧做的代志，毋是毋好，总是当咱基督徒的本质咱听着了，上帝若无你，就无我。上帝毋是因为讲啊，你建成教会会友真好，所以我甲恁救出来，然后我甲恁立约，是安尼吗？是吗？毋是啊，这以色列百姓哪有啥物好？以色列有什么好？咱毋通为着伫迄种，大家想讲以色列即摆真好，你有去过以色列无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我跟你讲，你不用去了。你要去，要搁欠钱啦。差不多，
因为吼，从20年前会当去，5年前，4年前，因疫情嘛，所以我后来不能去。我以色列出入入，啊40摆，我看因这国家一直对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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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经陷落伫资本主义的享受内面。犹太教圣经的信仰对因来讲，就敢若咱台湾的民间信仰共款。我有一个欠皮无法伫遮，我知影我是属于上帝，然后也免去会堂，也免守爱表日，照常享受。所以你今仔要去以色列看到，你看到镜片，你看到已经无啊。所以你看，有当时啊，时间是伫上帝手。你那时候不去，你那时候理由一大堆，对不对？结果你现在要去，怎么去？偷渡，坐铁汤啊去，铁汤啊你在讲，偷渡啊，坐在那个偷渡渔船的底下那个铁桶里面偷渡，这时间在上帝手啊，这是题外话。但上帝啊，你对阮的拯救，然后因才伫西南山下面对甲上帝甲因来立约。所以上帝迄个阵讲的，因真清楚，阮性命得到拯救。所以上帝讲啥物，伊拢讲啥物？好，阮要遵守。但是咱今仔日要来遵守上帝的话，要照上帝的话来行的时阵，咱嘛是理由一大堆，对无？迄是因为咱对上帝的拯救无实在的体验，甚至咱袂去试。上书，要来伫，恁知我即摆伫兰州教会，兰州教会伫倒位呢？在甘肃省。差一点点哦，兰州街跟兰州市不一样，兰州市是甘肃省的首都，这个兰州街是。即摆已经切到用个无去啊，所以地名、教会名用愈大的地名，表示教会愈久嘛。咱建成几年？7站嘛，对无？所以咱用建成区嘛，咱以前是建成区对无？你若要用较大的淡水，久啊，这个乡下久啊，用大地名的。尾啊，过来教会愈来愈用愈细个，所以我用鸡啊，你知阮鸡。兰州街就在那里，对，就在那里，就僻的港，上个街边啊，昌吉街边啊，民族西路啊。我对遐个所在，我师，我来我师伫，阮两个交往刚来，我礼拜他来，所以伊搁伫教会来说。你还是跳，我才10分钟尔，较想了真远啊。但是对遐个远的所在，恁知影，我伫即个路程的中间，我是要来讲道的。你知影我得罪上帝偌济，你知无？超速跟闯红灯有得罪上帝吗？卖我超速，超速有得罪上帝吗？我没有遵守法律哦，所以法律是上帝的标准吗？我嘟啊，咱不是跟他公家尔。超速的前面。超车也没有关系，超速也没有关系。可是你在超车跟超速之前，你怎么骂人啊？赛车板砸后门吼！如有巧合，纯属正常，你懂吗？咱随时嘛，咱要得罪上帝，敢毋是？我要来讲道咧。
亲像搁得罪上帝，咱的本性就是会得罪上帝。我随时看到我的罪，我随时啊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当然袂因为耶稣基督恩典，我挑工来犯罪。总是咱伫这个中间有意无意，伫咱的本性的中间所犯的罪。耶稣随时用伊的恩典敲伫咱的中间，所以要受上帝恩典，我遐大，毋是唱迄首歌啦。天袂稳定，真正大啊唱拢有唱啊无标准，是看着你的罪有偌深，就看着上帝的恩典有偌悬啊。这是咱较无爱讲的代志，咱都爱较讲爱讲什么？爱讲祝福对无？你爱讲祝福的话，但是即款的祝福对以色列百姓的祝福，就是救因对黑暗进入光明，互因有新的生命。这是咱基督徒一定爱记住，所以咱今日信人，敢毋知咱受洗来入伫耶稣基督，这个受洗伫圣经内面过红海这个过程，进入红海船这个过程，就有标着受洗。当咱进入着耶稣基督的死，旧身体死，我活出来是爱有新的样式。我迄个新的样式，毋是对今仔开始。我就要好好啊，听完无？对今仔开始，我就袂当迟到，是安尼吗？新的样式是这样吗？那你已经破功 N 次了，对不对？每次听到培灵会，每一个听到培灵啊，主啊，我要立志献唔献钱啊，献钱你怎袂有啊你？主啊，我要立志，什么代志，我要安怎？可是讲2天而已，真正是毋是对我立志开始，真正是主啊，我是罪人啊，我需要你的拯救，我感谢你对我的拯救。然后呢，迄个拯救偌深，你看你的罪有偌重，上帝可无你今仔日即款的光景。这款的日子，迄个感谢显明伫我的行为中间，照着我所行到，会当因光上帝对我的拯救。虽然你毋免定定在人的面前甲承认讲啊，我就是认罪，我感谢上帝，所以我安尼做。总是咱心基督徒的本质有一个认罪悔改、感谢上帝的心，这个主者无。实际没有，所以他们在做得好，没有对象。因咧做得好，虽然是对人做，但是因感谢无对象对无？因所做的对象，所回应的是为着家己好。因要做听心的源头对倒来，嘛是对家己来。所以咱袂甲伊比较代志。你做偌大的好，你犹原是下地狱的路比较风光而已啊。你还是没有跟上帝在一起啊，你还是没有得救啊。所以，毋是因为做好来得救，咱是因为阮得救了后，阮做好，倒一个较重要。得救较重要，是做好较重要。得救较重要，有得救，照咱上帝互咱的材料来做就好啊。毋免甲人拼大，拼大袂拼赢，因为上帝。上高，所以这以色列百姓有新的信仰，上帝拯救因，这罪性对追出来了后，立约照上帝话来行。对咱家来讲，咱就是有新的生活。这个新的生活，毋是讲对独特人来讲，这个新的生命，知影我实在是软正。我所需要，上帝爱我做的，我做袂出来。总是我靠上帝过来，我爱做。1摆、2摆、3摆，无拄拄每1摆拢得胜。虽然灵魂得着救，生活爱得胜，然后上尾一摆，你见到耶稣的面来，主耶稣过来就，咱的肉体才过。
咱遮中山市场我刚讲的查甫嘛，男的开车，对不对？现在讲女生好吗？女生会不会犯罪？在菜市场最大，有没有？老板，今仔日来无长啊，衣服我来无，你昨算我的俗，今仔算遐，你内底是啥物？你讲省吗？很省吗？不是，内底是你贪心在做业主。10条街内面讲着啥物？唔通贪心啊！咱有随时去检测咱的心思意念，咱这个想法是毋是贪心啊？上帝有甲咱随时拢知无？有啊，因为10条街内面，咱定拢会有意无意伫迄个中间来思考。这是咱的信仰，其中的本质。定随时去想到上帝的救恩，随时去想到我只是拖粉，我出埃及骂上帝，伫安排无信心，然后上帝主动来拯救我，上帝主动将咱精选出来。虽然我不落家己都读，总是上帝的主动。毋是我来选讲，我要来选一个蔡奇峰做我的太祖，这是咱感情太祖落来。毋是我选的，上帝主动，然后呢，咱被动向引带进入安排，真犀利。过来到伫生仔厝内面，上帝命令咱，你爱照上帝，因为你的性命是上帝所拯救。新的生活，新的命令，新的概念。咱的好的行为是表明上帝对咱的拯救。所以解答刚刚的问题，基督教跟天主教有啥物无共款？只有很简单，上帝为了咱备办救恩，然后呢？照着信心引带咱进入这个救恩，上帝知影咱需要拯救，所以伊备办耶稣基督真侪人的款式，伫2000年前真侪人替咱，因为一定真侪人无迄个代表性，真侪人替咱来死，然后呢，圣神的工作就是咱的心。引带咱，互咱会当明白看有耶稣基督对咱的救赎。所以，上帝预备救恩，圣父预备救恩，圣子完成救恩，圣灵施行救恩。这是基督教一清楚的一个救赎的概念。然后天主教呢，上帝预备，圣父预备救恩，圣子完成救恩。圣灵也施行救恩，可是，在圣灵跟圣子之间又多了一个玛利亚，但是玛利亚不是神，玛利亚是我们因为伊是耶稣的老母，所以咱照着因的好意是讲耶稣介神圣，所以咱是有做人，所以袂牵咪到耶稣面，所以通过玛利亚。来到耶稣面前，但是圣经来讲，耶稣就是拍破遮的伊就倒遮就去甲咱共款，所以咱直接来到主的面前，这头一项。第二项，就像拄仔讲着，咱上帝天父备办耶稣救赎信息引带，然后咱有新的生命，借着咱新的活命活出咱。因跟上帝的生活，这是咱因为得救，所以咱有这个生活。所以上帝咧拯救你，是看你咧天路内面，所以上帝才来你，毋是上帝看你有啥物款行为。天主教认为，你有耶稣基督救赎以外一半，
搁爱你有好的行为。同样是耶稣基督救赎，同样是好行为，可是耶稣基督救赎甲得救，甲好的行为一半一半，共款定位。但是咱是耶稣救赎全部，然后好的行为是因为我得救了，我必须爱有好的行为，对，好的行为甲得救无关系。所以这个常常会搞混。我们以为好的行为才会得救，没有，我们已经得救，可是你是没有好行为的基督徒。你咧教会咱安尼啊？迄个人咧教会咱安尼啊？什么意思？表示伊是得救，但是无照耶稣教示的基督徒。毋是讲伊毋是，当然咱这暂时来讲，就讲咱用这个角度来讲是。无好的行为，无拄拄表示伊无得救；伊有得救，无拄拄有好的行为。哦，这是有当时你对你完全我嘛毋知我有得救啊，所以你无好的行为。有当时是你有得救，但是你两者你无愿意行好的行为。哦，所以讲半工就是行为是得救了后，好重要，咱随时知影咱是得救。然后。伫遮个过程中间，新的生命上主要咱就看到听里面看到人的需要。所以今仔日无要讲咱到底需要偌济，到底需要偌济，总是咱伫信心感动中间，咱知咱应该安怎做。耶稣基督啥落来到世间，是因为伊知影咱世间人需要救赎。上帝先让咱有才调，让咱有才情，是因为爱咱去帮助遐个无的。无论你有啥物，上帝互咱，毋是干那互咱，是爱咱去帮助遐个需要。上帝互咱勇壮，爱咱去帮助遐个软者。上帝互咱有智慧，爱咱去帮助遐个袂晓思考上帝真理个。上帝互咱富足，伊也是爱咱去帮助遐个上帝爱的帮助。就好亲像以色列百姓，本来伫埃及的时阵，因是伫埃及的时阵，以色列百姓是游牧民族、畜牧业。但是当因进入埃及了后，进入以色列了后，进入迦南地了后，因开始敬做，敬做了后，上帝甲命令。恁收田的时阵，毋通安怎？迄田的四角毋通收甲了，恁爱留一寡，或者厝外人孤儿寡妇。圣经侪拢咧甲咱讲，咱得救的人伫咱的生活中间，爱用平的眼光去看到即个世间的需要。所以咱所做的这好代志。毋是因为这好的行为会当成做咱的名声，那是因为咱所做的这好，是回应上帝对咱生命的拯救。这款的回应，这款的好，无在伫人对咱的无落，这款的好，在伫上帝对咱的降答，在伫咱所做是出伫。咱对上帝感谢，所以咱一个信息256首，用这首也来纪念父亲牧师伊我伫北楼口的牧会时，我编的中龙里的电机，咱牧师就是这样，继承救主。做人朋友，咱来歌课，咱来感谢，哇，过去要来分类，毋是干牧者尔，是咱每一个基督徒，咱做来基督徒。天父上帝，我很感谢你，真正毋是看有啥物款的好，真做基督徒得到你拣选，甚至我有时我的埋怨。主啊，假使若无你的拣选，阮若无伫教会，阮真侪行为，我会当真自由。
主，阮感谢你，你用你的诸神爱所捆绑着阮，牵着着阮，互阮无因为阮家己的自尊甲骄傲，来失落伫阮家己的欲望的中间。阮倒转，主你互阮，毋但听见真理，也互阮会当明白真理。 也愿意顺服伫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中间，也显明伫阮生活中间，借着阮所做的好的行为，显明上帝的灵光。就是主，阮血若无够，求主你帮助阮。当阮欢喜的时，毋通袂记起阮有缘。 是得救的本质。当阮悲伤的时，也帮助阮助力正做阮的瓦壳。阮伫做逐项的决定的时，勇敢、专心，用温惠主、感谢的心来献上阮所做的决定，将阮今日所领受的。 仰望伫主你的手，人的生爱停止，总是圣神伫阮心内感动、甲光照，会显出智慧伫阮每一个心思意念中间，靠主耶稣名祈祷。